么办？Baby， 去吧。哎，珊珊，出来吧，我到了。你在哪儿啊？这里。嗨。嗨。走吧。干嘛？装王子啊？王子还用装吗？你不就是公主吗？嗯。请吧，公主殿下。里面请。珊珊。出水芙蓉，魅力无穷。给我一个机会，我给你个惊喜。你骑马的姿势很帅。你是浪漫骑士？正是在下。珊珊。闭上眼睛，我给你个惊喜。把手伸出来。珊珊。我喜欢你很久了，我们开始吧。我还没有想好，让我再好好想想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快快，握手，点头，点头，打开，乖，左转，亲亲。